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，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要是谁还没下来给我集合的话，今天的饭菜就全部充公了。好，乡民们，是不是有大军要攻打花满楼？我怎么没有收到线报呢？难不成是禽流感又发作了？闭嘴！现在要召开花满楼大会，所有人听好了，全部给我站过去，排好了。哼，秋玉，你的胸能不能低一点？我都看不到赵琵琶的脸了。莫愁，你能不能自信一点，挺起胸脯和空气打个招呼，有那么难吗？难吗？不难呀。我说夏莲，你就不要那么严格了嘛。难道你想学西川二是吗？我跟你说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哦，这个道理你要懂的。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个理，因为我可以把水给抽干。首先呢，感谢一下三国的皇上，感谢我爸我妈，感谢这跟他们有一个童子儿的关系吗？呸！别打岔。其次呢，就是感谢我自己。对了，就是我自己。当然了，最应该感谢的，那就是我们的前任管理员西川姐姐。她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这武力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这只有口才呀才是另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武器。你要杀我们？你们小时候没有上过私塾吗？我就是打个比方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给大家宣布一下花满楼的员工守则吧。拿错了。你都写下来了。每日晨会呢，以探讨严格管理为主，偶尔唱个小曲儿也是不错的。那从我开始。
我呀是说从明天开始，今天呢就听我说，乖，别打岔。这每日呢，大家必须得施淡妆，以清新雅致为主，不准浓妆艳抹，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把客人呀都吓跑了。哦，还有啊，身体呢必须得保持干净，不能像吴小二那样1个月只洗1次澡。我会罚他每天在门口扫大街的。啊，我主要是啊怕伤到了客人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1个月洗1次澡？难不成我每次洗澡你都看到了，还做了记录？哎，这我可以证明。你们不能冤枉吴小二。他每次洗澡的时候，我都知道，都是在你们睡觉的时候。这是为何？怕你流鼻血呗。他可是有8块腹肌的男人啊！第3点，这所有人走路啊，必须得保持3大要求。这走路还有要求呢？该不会每天还得微笑服务吧？答对了，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走路的正确姿势。正面的微笑啊，摆臂有力，扭臀适度。小二，你有屁股吗？你的腰呢？正面带微笑啊，扭臀适度，健步如飞，这呀定能迷倒万千男子的。夏姐姐啊，那个你大会开完了吗？我那个人有3斤，你。对呀，夏大人，我早上起来还没洗脸呢，我怕我素颜的样子吓到客人，他们还没见到过我没化妆的样子呢。莲儿，我也是，我这早上都还没练几招，我现在这骨头都是痒的。我要去做饭了，要不然你们可没得吃啊。做饭。对了，我这还没弹琴呢，我得回去练琴了。好吧，那大家就各就其职吧，希望大家好好表现哦。我呢，每天会给大家打分的，这表现好的呢，会有奖励的哟。走吧。春意占有眼，愿哭背深处。走了个小阎王，又来了个大阎王，我的命真苦啊！始终都摆脱不了被奴役、被欺压的枷锁。夏莲现在这个样子，分明就是秦始皇2世嘛！就是，太残酷了。你给我说清楚，谁是小阎王？现在知道我的好了，谁让你们当初一个个不团结，非要把我拉下来？现在知道了吧？虽然改朝换代、改弦更张，可本质还不都一样？夏莲应该是最近文物变卖出了问题。你看他刚刚那个样子，印堂发青，眉目无光，满眼血丝，肯定是肝火过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更年期提前到。这不是熬夜的症状吗？夏莲不会是低能儿吧？少说2句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指不定人家当掌柜当爽了，把咱们几个都遣散了，明儿再请几个新人，貌美如花、清纯可人，人见人爱的。为什么？笨呐，新人多好骗啊，白纸一张，多好忽悠啊！是不是傻？小点声，都不想吃饭了吗？各忙各的。低能儿！各位兄弟们，各位姐妹们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对客人进行报以微笑，用回眸一笑、一笑倾城几大绝招，把客人们呀都吸引进来。是夏总管。那我就为大家献上一曲《琵琶语》。停！咱们花满楼是给客人吃饭、喝酒、听曲儿的快活林，
不是用来给你弹哀乐的地方。你难道忘了花姐之前强调的吗？还请夏总管赐教。咱们花满楼啊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百月坊，百花齐放，欢乐一堂，赶紧换成欢快的歌曲吧。各位客官里边请，小二上等牛肉，陈年花满楼，一定要好生伺候着。好嘞，保证服务贴贴的。来，客官们坐。秋玉、西川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对我的管理不满意啊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们趁早卷铺盖走人。我们这里可不养公主，不伺候假少爷。我们这里呀，只欢迎乖巧、懂事儿、多才的姑娘。哎呦，我这暴脾气，我别，走，我们一定会好好表现，把客人伺候的开开心心的。这还差不多。牺牲！我知道你筋骨又痒了，我带你回房间舒展一下。走。哎，你为什么要痒啊？因为他7天不跳的话，全身会长毛毛的，吸收。那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帮你看看。不用。风水轮流转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我们走着瞧。几位姐姐莫生气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闭嘴！我不跟你们啰嗦了，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，赶紧进去招呼客人吧，快去，快点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去呀！哦，客官里边请，客官里边请。阿三公子你来了，来这儿坐，小二，哎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咱们呀要对客人进行柔情服务。怎么揉？怎么请啊？就是温柔似水，深情几许，要有一泓湖水，水汪汪、水灵灵的感觉。是那种冰肌玉骨般的感觉吗？答对了，就是揉到骨子里头那种。客人想要什么，我们就提供什么。我们要给客人提供那种全方位、多角度、无死角的服务。无为而治的技巧，让花满楼的生意呀越来越好。可是我把他累死了，你看看我吧，哪里像是买卖艺的，后面是客人来卖笑的。夏总管，你来看看我的腿吧，
我今天来回跑了500多趟，这腿已经肿得跟萝卜似的。再瞧瞧姐，手也抽筋儿了，脚也抽筋儿了。夏总管，麻烦你给我找一郎中嘛。各位辛苦了，咱们明日再战。近日，经过本总管的调教，花满楼的生意啊越来越好，蒸蒸日上。这名气呢也是越来越大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这酒啊也是卖得相当的好。小二，待会儿出去再运一批花满楼，还有厨房的用品再添一份。哎呦哎呦呦，肚子好痛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哦，肚子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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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没事吧？秋云妹妹，我的手指灵活有力，我可以帮你揉揉吗？包你舒服。你闭嘴，我来看看。痛痛痛！秋玉啊，你这肚子怎么这样鼓鼓的？该不会是有喜了吧？小二你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香火之事，我可不敢抢功。那就只有你了，赵琵琶。要不得呀！夏总管，你这会说笑，人家只不过是早上多喝了一杯井水，现在就好了，碍什么事啊？连拜团都没有。去。夏大人，你快开会吧，开完会我还得帮小二运酒呢。好吧，从今天开始，花满楼啊要正式实施收费制度。这客人啊喝杯水要另外收费，上2楼呢要另外收费，就连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也要另外收费。我们会被客人打死的。怕什么？西川武功盖世会保护我们的。好了，先不说了，大家都机灵点儿。为了花满楼的存亡，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，这样呢，花满楼才能成为天下第1楼。好啦，大家快去干活吧，快去快去。姐夫们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哦。小二，来屋上好的花满楼。秋玉，秋玉，秋云妹妹，秋云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？你这是不是贫血了呀？你应该在躺上床上休息呀。啊，你看这下可好了，耽误生意了吧？老板呀，您可真识货！咱们这花满楼啊，今天已经被抢断货了，要明日才有。不过这呀是咱们今天刚刚沏的好茶，10文钱一杯，要不您先尝尝鲜？停，不是不收费吗？我们上次来喝了好几杯都没有要钱，还有姑娘唱小曲，今天的姑娘呢？哦，那个琵琶，过来弹一首琵琶。这个收费吗？当然了，现在各国兵荒马乱的，什么都涨了，他们的工钱咱们也得涨呀。唉，现在的工人可不好请呀，这可是市场所需，违背不得呀。停，给我停！哎，西川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跟客人动手呢？不是说好了纪律吗？这淑女动口不动手。哎呀，不是我动，是他动，他非要上2楼，说是1楼太闷，2楼空气好。客人您想上2楼啊？当然没问题呀，20文。你们这楼梯镶金条了吗？这么贵？哼！哎，这2楼啊，可是姑娘们几个的闺房，空气好，有香味儿，收费50文1个时辰。真是岂有此理，什么都收费。我们走，换一家，太气人了。这，哎呀，你们，哼！我看还是重新投票吧。同意。你，我选东乡。可以。天涯谁人不识君，一寸江山一寸金呀。我只能选择逃走。这花满楼是个巨大的谜。
我选李莫愁来管理。你莫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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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愁。咱们走着瞧。莫愁，莫愁，莫愁，莫愁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支持我的姐妹们 and 兄弟们。生无以眷恋，死反得其所。让我来解救你们，可愿？方法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留恋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来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去不散心呀。薄雾看透，透不过红纱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白发催人老，多年前种下的情恋，摇摇曳曳，一如你笑颜。你我茫茫，你的身影照不到，走过你的心。